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K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刷落来，咱们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糖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的踏踏滴滴、甲经验的故事。这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惠阳邀请的这位贵宾，是一位和惠阳同款爱讲故、爱书写的台湾奇女子。更加使惠阳敬佩是这位姊啊，对文化史迹采访摄取的精神，一句一步一脚印，印证文化传承记录的史迹，该形容绝对袂伤含糊。伫《寺庙大小事》这本月刊内底，看伊为台湾庙宇文化拍拼甲成果。伊是一位优质的记者，嘛是菩萨慈悲心中的杀手。除了采访记录，用心报道每一个所在的传奇故事。伊阁是电台资深的主持人刘彩妮小姐，邀请到伊来到咱节目当中，讲到台湾庙宇文化的色彩。相信今仔日彩妮姐的故事，一定会互咱听众朋友感动。不过，要听故事进前，咱先来听一首音乐，把咱心情调整一下。等音乐转来了后，就开始咱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的单元咯。天色渐渐暗落来，乌云离西安倒来，一个大天的下晡，雪来落着一阵的蒙蒙啊雨，踏着点点的过路，雨哪会变做这呢粗？雨水落伫布棚顶，看伊的后壁沙浪走无。山河年，看伊的人拢无，看伊的人拢无，路过声声声去见团圆，大家无一声好。一定是拢全有。
色渐渐暗落来，乌云你是按倒来？这个热天的下晡雪，来落着只剩的蒙蒙雨。踏着点点的过路，雨哪会变作这呢粗？雨水拍伫布板顶，看鱼的鸭白山风走无。山看戏的人拢无，看戏的人拢无。如果声声声去断意，大家无一声雨。大顶是拢全雨。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非常真欢喜会使邀请到这位贵宾，伊毋那是一位优质的文字记者，佫是电台的公益主持人。上较厉害的是阮彩妮姐啊，对这个庙宇文化的采集记录留落来这珍贵的资料，凡说日后文化单位爱找伊来做顾问哦。咱即马就邀请这位奇女子认真拍拼的台湾查某人刘彩妮小姐，和咱闸门溪广播电台的听友请安问好。彩妮姐，亲爱的阿姊啊，你好，慧荣好，曾文溪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哦，能够来到节目当中，也非常荣幸哦，有受到这个慧荣的邀请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咱闸门溪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哦来见面哦。这有先拜无？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哇，这声吼，恁就听得出主深的含主浅的。美感里都位啊！不要这样讲啦，因为我也是磨练了一段时间，我相信哦，慧荣伊若假以时日吼，应该是比我更加优秀啦，绝对耶，绝对耶。可能吼，爱个经过吼一段时间吼修炼一下，因为吼很太随性了，拢做想啥就讲啥。就天津呢？是啊，是啊，哎呀，我认识慧荣哦，真的是也是一个机缘嘛，对对，我就一直在打听哦，说这个写这个剧本的哦，那一位小姐刘慧荣小姐，我一直在打听，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是她，我就主动过去跟她打招呼了哦，真的是无简单呐哦，咱老家查囝吼拢是足有的诶，家己煲特别炒灰了。对，那在这里哦，我也要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刘彩妮哦。那在大概民国7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跑新闻了。那时候是在台湾新闻报。是。那因为爸爸哈他也是台湾新闻报的资深员工嘛哈，那所以我们就全家跟着爸爸哦调到哪里我们就搬到哪里。那后来呢79年开始跑，我当时是跑预警南西南化左镇。那跑这样的地方新闻，到民国82年的时候调进来台南市跑工商消费，所以呢，迄当阵哦，我拢里报会公司，大家整个水挂个水哈，然后就是跑这个工商消费的新闻。后来跑区里
区里之后呢，我就开始进入这个寺庙的这领域里面。是，那因为我开始招这个寺庙的新闻哈，只是写表面的啦，人事时地物哈，说明好清楚的后啊。可是呢，有一天哦，我就来到4点大天后宫，就是咱台南市中西区的书店大天后宫，水啊，讲了有正班。然后呢，我就听那个咱的主委哦，詹吉仁詹主委伊就讲一寡故事给我听，我真的听得津津有味呢。伊讲台语的，还是讲讲台语啦？哦，所以讲你就是怎迄时听台语的故事了后，你怎开始感动的，敢是安尼？是啊。因为这个庙的主委台拢就无用诶，对，所以他们会讲，但是没有时间写。对啊，我听完之后回去就把它写出来。结果呢，我发现效果不错，还蛮多人喜欢看的。所以我慢慢就开始投入寺庙这个区块。对，所以我伫2014年的元月，我就创刊《寺庙大小事月刊》，一直到现在。大概总共有看到迄个自由时报有几版的写时报迄嘛是我用心投入落下来。尤其较早你台语是会使讲听无咧讲啥对毋对？很烂的，我台湾人啊，我讲台语真正足见笑的讲了无好啊。对啊，迄落即马咧讲搁你听有啊。安尼拄开始咱是毋是台语的时阵咧做记者的时阵，你咧问我回火将军内底故事的时阵是安那写的对无？对，而且我在跑新闻当中，或者是我需要写台语的时阵唔知要哪写，我第一个一定想到慧荣。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啦，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位朋友。其实咱大家拢互相，我需要你的时阵，你就想到我；你需要我就搁想到你。是啊，大家拢互相。所以慧荣说上节目，我当然没问题。伊就无可能。嘿，我讲因为咱这个节目就是咧讲到咱台湾生活的这个文化嘛。那讲到文化，一定爱跟咱的寺庙祭拜，跟咱的生活足密切的关系。对，因为我们台南市它是一个宗教非常盛行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是以道教佛教较济啦，不过佛道同时现在已经做普遍，所以咱个叫做民间的信用民间信用信众非常多，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神迹很多的文化，很精彩的一些建筑祭拜在科技的定位演法都丰富，最精彩的。所以讲，伫迄时我看到你的迄个寺庙大小事的这本册我怎样惊到你敢知？真的，迄有的，但是咱真正唔知影仪式背后有一个故事是安怎来，竟然有法度人写，甲阮有法度看，而且我会当用台语讲出来。真的那个无去嫌啦。不过借着你们的节目真的要感谢非常多人譬如说咱的黄文博黄校长他一口就答应了然后在我的这本月刊里面担任开卷之美的这个专栏作家。另外呢，我要感谢的就是陈丁玲陈老师，丁玲老师感谢陈丁玲陈老师他的道可道非常道，因为陈丁玲老师李家你这本月刊内的一个咱道教的科技介绍甲足简单呢，让我们就是一目了然。就是怎样讲咱道教是做什么会对。那另外我还要感谢许宪平许老师他是北门农工退休的老师伊是咱全台湾第一位做地毯式的有印工的调查跟记录。这个时阵是不是请咱空中的好朋友啉一嘴茶，暂等一下，咱过来听咱的彩妮姐来讲到许宪平老师迄个有求必应这个故事，这可能足侪人会想要听。咱听众朋友暂时休困一下，咱下个继续等下咱的节目哦。黄山的黄山崖，摘了落，落了搁摘，点点看着我，伊甲出走的背影，一日一日搁一日，伊面。问
桥顶，要飞不飞红心，打了疼，疼了搁担，暗暗装着我回家团圆的传奇，一年搁一年。红云顶挂着阿母求来的平安符，阮着生命车倒位，无量一拍，手掌心放着天公落来的幸福，烧着佛祖才听的诚心诚意。公伯啊，请你保庇我平安健康。天公伯啊，请你保庇快乐幸福。红云顶挂着阿母求来的平安符，阮着生命车倒位，有量酒吧，手掌心放着天公落来的幸福，烧着佛祖才听的诚心诚意。公伯啊，请你保庇我平安健康。天公伯啊，请你保庇快乐幸福。快乐幸福，我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我平安顺遂。我不求我会出头天，天公伯啊，我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我平安顺遂，快乐幸福。看世事，听心声，寺庙大细汉代志，咱来听。听看，阮这个姊啊，是安怎甲伊做文字的这个记录，互咱空中的好朋友同齐来甲听。彩妮姊啊，哦，你就无简单呢。人讲捌印公伯啊，就是那个有印公嘛，哈，是，是咱做生活化的一种信用呢。对，这一本月刊里面非常特别的，就是咱有邀请到许宪平许老师嘛，哈，在寺庙大小事月刊里面执笔就是有求必应这个专栏。许老师哈，我头到我介绍过，伊就是咱全台湾的一位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地毯式的去做有印公的记录跟采访。是，但
是你怎样在有印公庙为是差不多资料但是呢有的呢是有非常精彩的故事，是有的呢是有非常恐怖的故事，所以呢，透过我们许宪平许老师这个妙笔生花，在这个寺庙大小事月刊里面这个有求必应的专栏里面一个在故事非常精彩下出来，所以呢，这个有求必应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许宪平许老师。另外还有一位成功大学这个丁黄丁教授他的得意门生林梦毅引导嘛是几啊代拢做道长。道长啊，不过伊是离成功大学历史系研究所毕业伊离这类一个道可道非常道的对专栏里面跟陈丁玲老师一样在里面有一个专栏，但是陈丁玲陈老师是教典的部分，林梦毅伊是写迄个大陆一寡这典啊一寡文本。那另外月刊里面最大部分是寺庙大小事就是彩妮在一个月当中拜访一些大小经庙，对去听到大小样代志，给记录起来记录起来呢我就给放入去寺庙大小事月刊里面那有时候也会介绍一些匠师，这本月刊真的是要感谢非常多专栏作家的鼎力相助啦对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寺庙的主委啦看彩妮你经营这本月刊这些所以嘛来这外顾问是搞我走引，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对啦，彩妮姐当初是安怎开用庙宇的文化要记录咱地方团结的故事，为什么要用这个庙宇？尤其你是查囡仔人呢你是安怎开想要做这个工作就是人人的一生当中起起伏伏嘛。对。然后在我心情最低潮的时候，我跑到这个4点大天后宫听咱个人诸位一共在寺庙的神迹故事嘛。对。那时候我会感觉心情会受到这样子的那个飞天正地这样影响，所以感觉悲伤的代志拢袂记起啦。我感觉我自己也是会飞天正地。对。你刚好感觉咱人这拜的时阵好像我们在吐露苦水，对希望讲一个心灵有一个寄托嘛。听主位咧讲迄故事的时阵，等于是你还没吐砸水的时阵，咱家一个足好的故事给你看呢，给你看足好的形影境界。对，我那时候就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神明的事，就跟着飞天正地所以就开心欢喜起来那我认为在这样子一个领域里面我能够帮他们一些忙，把这些文字记录下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得到一些成就感，所以呢，我就开始投入。有时候因就电开始的时候，我就去问道长这是安怎那个道长转过来看我一眼，很不屑的说：“我哪边嘎嘎咧要我看熬死人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外行，去问这些外行的事情。那他从头讲到尾的话，可能要浪费他很多时间，搞不好也教不会。那时候真的是被打击了一下，但是我心里就鼓励我一下。会一个问题，那我就了解一个问题。我今天问了2个问题，我明天再问2个问题，后天再问5个问题，我累积起来我就都懂啦。对，虽然会听会正地就快乐，不过拄到这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很认真的去探讨，不断的去问。我嘛是真正做感谢这些主委耶，一直指导我。今天能够学习很多，我当然不是已经非常专业了，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主委教我，而且我跟你们最紧张呢，我也是借着这个节目告诉大家，如果你对一样工作非常有兴趣，你真的不要怕困难，你一直投入今天的一点成就，加上明天的一点成就，加上往后每一天的成就，就会成就你以后的成就。对，所以若拄到代志，你这个兴趣你坚持认真加做，就亲像咱彩妮姐做采访的时阵，迄主委拢嘛讲台语的对无？写甲互大家看有。你爱甲转文字是这足无简单的呢。咱空中的好朋友，阮彩妮姐真正足摇倒的，费用嘛足感谢。伫这个寺庙祭典这妹妹角角搭立的代志，我都唔捌。但是咧写答喙稿需要的时候，我嘛会甲伊问呢。咱等下个继续来听阮彩妮姐讲寺庙大小事。
香薰渐渐渐渐水底沉，一盏一盏的灯，拢是思念的情。啊，水顶啊，水顶，你着千万唔通停，一年一摆，稀微也光明。渐渐水底沉，一盏一盏的灯，拢是思念的情。啊，水顶啊，水顶，你着千万唔通停，一年一摆，稀微也光明。啊，水顶啊，水顶，你着千万唔通停。稀微也光明。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今仔日邀请的这位贵宾的声够特别足好听。阮猜年纪啊，安尼看费用来讲出伊写这个寺庙大细汉代志，有啥物趣味的代志？较好现的就是讲，一个查某人安尼卡面啦。相机咧拍的安尼去咧采访，彩妮姐感觉拄着迄奇奇怪怪这种代志过？慧荣，我跟你说哈，其实万应公庙哦，我没有认真的去采访过，我只有采访过那个南鯤鯓天府的万善爷。那万善爷对总干事哈有开迄个神龛石头挂起来，我有看到内底有一挂骨头。那另外他们有一个服务队哈，就是黄猛叔万善爷的代言人，帮他们做一些服务的事情。是有晚上去过，也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呢，我在这里要分享就像你讲的，我背着照相机到处去拍嘛哈。那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之前我常常去那个客家主祭宫。学甲慈济宫有一尊是800多年的，那底下有5尊是300多年。那一阵子啊，每次因为楼主若要把迄个300几档的这的神尊请出去的时阵，每一次要请出去我就到，很奇怪。然后他们的祭祀组是在大殿嘛，金香部。
他的那个祭司组长是陈文贤陈大哥，他是以前客家顶公寿的秘书，后来又到那个三寮湾东龙宫去当总干事。三寮湾，北门那个嘿，对，三寮湾东龙宫担任总干事。那现在回到学甲慈济宫担任祭祀组的组长。那他就在大殿的金香部那边，然后那个炉主是一个电器行的老板，我就说，那个楼主，我今仔日真正要来翕。因为盖咱新准备出来我拢搞，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来拍照，站着不要动让我拍。炉主说他不简单，我都点点卖叮当的火力，我说对，你就不要动哦。然后我就把照相机拿出来哦，我就是深呼吸，不要呼吸，屏住气闭气，然后我就要按看到那个荧幕，我那个照相机的荧幕，宝山大帝在笑哈。在笑呢，你笑，等下，彩妮姐，你讲你的那个镜头，对，镜头看到镜头里面的神明在笑，镜头内底的神明对你微微啊笑，对，然后我就再把头伸出来外面看看，个看买一个，看买呀，玻璃在看，有荧幕里面有在笑，然后我就跟陈文贤陈组长比说在笑组长就远远的跟我比阿达。然后我就不相信，我再看一下，真的荧幕里面笑，我把荧幕摆下来一点，我用眼睛去看，没有笑，旁边有信徒，我两个对话，招来看外荧幕，然后大家就点点头，马上拿他们手机去拍，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拍到，好，我就说不要动，我要拍，然后就恰，我一连拍了10几张，好高兴哦！那天真的心情就好诶。咱各位听众朋友啊，你敢捌听人讲你甲神明翕相，袂使叮当，结果迄神明佫会安对微微啊笑，是真的，这趣味诶，对，是。然后拍完我10几张，我就很高兴啦，我就开始跟陈组长聊天，我就拿出来给他看，每一张都很清楚哦，我就跟陈组长分享，陈组长可以作证，回去我就放到我的电脑里面。第一张打开模糊，第二张模糊，3张模糊，全部都模糊。哇，都无彩咧翕啊，都无啥要看下。可是当场在那边是非常，因为我们平常拍庙会都是会有动嘛，对，会叮当。然后他那个炉主是端着在那边，无叮当我跟闭气来翕，还去跟我们陈组长分享结果回来竟然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都跟我讲说，新明刚刚被互你看呢，我要公开啦。是告诉我说我就在这里，我对你笑，我在这里，你要相信我是真的有神真的是不可思议是当下神明伊家己嘛感觉你若信我就互你看，你若无信我翕相翕甲偌水，你唔来找我嘛等于无效，敢是有这种感触。对啊，然后因为那一阵子是经常跑学甲慈济宫嘛，所以可能点点看到我可能熟悉我都现在来给你看一下。所以讲你伫报道这个神明事的时阵你就有无同的观点。报道这个神明事的时阵，你是用什么角度做深入的报道？通常我不会自己去加一些东西，我都是尊重受访者。他亲身经历过的，我会用他的这个口吻写下来。那这些祭典，当然我们就会去问主委、问道长然后把它搞清楚之后，再把它写出来。那有一些故事也必须去查证嘛。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太过神奇了，不是当事人的，我就比较不会写。但是呢，咱庙的壁顶的遐案件都是保持尊重的态度。如果说里面有错，或者是你个不对，那东西学者爱去做研究的。我的部分我就是观察者，我看到啥我写啥，还是你当事人、当事者亲身经历过，你跟我讲，我就写下来，是不免加盐添味素。对，文字的部分我们会比较稍微修饰，爱洗压给之类。还要跟你讲一下，因为我们新闻记者写东西就是要让8岁到80岁都看得懂的，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比较艰深的东西简化。那可是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知道更多的事情。有时候写的东西会认为理所当然，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刚接触又会觉得我的东西看不懂，对，想过那个感情吗？对，文字的部分太艰涩，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再回过头来把它简单化，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寺庙宗教文化之美。是，咱等下个听咱的蔡妮姐讲为什么伊伫报道了后，即摆会感觉讲有拄到困难点，暂时休困一下。咱下个继续等下咱的节目
感觉目一个年，当人西北门，阮的名字。留这个锣鼓声，嘛响起流行歌，洗伫阮拄才补好的厝遐，温和慢慢流，流过春夏秋冬的花。阮坐伫这故乡，野心又起久，是好歹嘛过一年，举头也是16个月开院。出入拢平安，是水歹好野山，两扇门拍开的未来，真少感动，有目屎香的风，黄昏的无尾巷，点点无声，城市换新衫，大楼客走丢定。出外的人上惊芳见心肝，褪色的门房，总有人又来擦红红。阮也伫这故乡。天空白啊慢慢啊点，要走要留，半点不由人。日头落又起，是时间的掌中意。两扇门，再会又团圆，从地马祖保庇佑，观音妈保。地公保庇佑，保庇佑，天上众生保庇佑。炮啊响上天，不望来年又风年。欢喜就起来，爱袂着嘛欢喜。问
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阮这是咱们去广播电台 FM89.9，台湾文化咸酸甜。咸酸甜咧讲啥？讲到咱世事一寡好滋味。今仔彩年子啊，咧讲到做这个寺庙记录的心事。头段咱的彩年子啊，咧讲到咧做记录的时阵，希望讲咱的文字的物件会当较水。伫这个过程当中，麻烦彩年子啊来讲一下你这个过程的心声。刚才在休息的时候讨论文学跟文字记录的部分哦，其实不一样的地方是文字记录哈，你必须爱好自己人能看吧。那文学的部分哦，我觉得文学归文学，当然看得懂的就看得懂，你一定爱有几点嘛追准，你在当欣赏的文学之美嘛。那我们文字记录就是说，我要让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文字的部分必须用最浅显，让人家看得懂。头多我有你讲，我懂册时啊，我当初啦不懂的时候，我是以不同的心态去写。当然跟我同样不懂的人就很容易了解我在写什么，可是慢慢的经过这样子的10年的历练还有学习，那我当然就懂得很多。那懂得很多的部分会认为说啊，这都就简单呢，大家都应该怎样，事实上还有很多人不懂，嘛是这些不捌的人。对，所以我就是会慢慢的在修整我的脚步，然后修整我的这个写法，更多的人来了解宗教文化之美。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对，咱写物件，尤其做一个报道，咱有咧看报纸嘛，看地方新闻啊，看啥，咱咧看嘛是拢愈简单，咱看有为原则，跟文学就是无共嘛。咧做记录的时阵，你就希望讲吼，互大家看有。想要去了解，这物件就会当继续流传落去，敢是安尼？对啊，像咱你做教典哈，不是有那个灰酒嘛？做灰酒，放在5个炉，边仔还有放什么反正就放一些道具啦。然后这些道长就绕着这个炉这样跑啊，哈，跑一跑，然后又把那个火扑灭啦。那大家都看不懂那个是什么嘛？文字记录重要使命就是爱去笑互人看有。那后来我直接得定语讲啊，较简单，较济就是你做消防演习啦，这样是不是大家都懂了？就是说教典的一个消防演习嘛。后来我又去问那个丁环丁教授，学者讲法又不一样，说这个叫水火炼度，谁懂啊？当然我很尊重那个丁环丁教授，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学者他们讲出来的就是以学者的专业讲出来，但是一般人就比较听不懂。很佩服那位道长讲我个啰嗦说这个小红安息的麦克蒙啊所以有时候你在跑这样子一个庙会的过程，真的是可以遇到爸中郎啦。但是用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人，他们真的都是蛮可爱的，也是我们宗教文化之宝哦。对，彩年子啊，我佮你请教一个，像做这个寺庙记录你敢有成就感？当然有啊，我写出来之后就是把整个现场环境全部一把抓了嘛。对，然后我把所有的素材带回来之后，我就把它整理出来。那有一些人就说啊，感谢彩妮姐辛苦咯，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嘛。对，里面册拢有恰恰看到啊。对啊，顶界迄太子宫迄吼。是啊，太子宫。对，像爷妈做的时嘛是拢等咧热的时阵。个新营太子宫的罗天大教，然后在这里容我介绍一下他们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在6月29号到7月3号进行第一个阶段，前面2天是巡礼，后面3天是绕境。绕境就是咱咧讲西境西境。对。因讲话讲文征，话讲孙征、游征，个游境。你敢知影这种在粉友上来教我的？是。然后我就跟着走，真的是非常热。但是我觉得我出来，我用直播，行动不方便，或者是说不愿意出来晒太阳的，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得到那另外就是说我把整个情况把它浓缩起来，整理出来，让大家知道这结婚这2个阶段。头前先文征过来，9月9号是他们太子来的圣诞，所以这一个月印度就无用诶，平均一天大概都有1200到1500个阵头来进香，阵头遐点多哦。对，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也要忙，因为旧店的单嘎年底再举行。就感谢彩妮子啊，为着咱台湾的宗教的文化，安尼做一个记录。这个宗教的记录咱大家拢透过口耳相传，时段也是遐庙宇的老大就是有的委员因会讲，但是呢足无用，因无法度通做记录，你怎甲整理起来？
所以讲，你做想要甲咱的听众朋友分享宗教的这个庙宇，有要做这个祭典的时阵，应该爱做啥物工课？我觉得除了摄影、录影之外把这个影像留下来之外，记录方面文字真的是非常重要，最重要的对不对？因为未来的文化、未来的史是现在文字的记录。是，伫今仔日咱有听文字记录者。伊敢是咱文化的天才。节目来到尾声，期待林刚有机会，咱搁来听蔡妮姐来讲到寺庙大小事，好唔好？好，所以咱甲咱的专门客广播电台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咯，再见咯，各位朋友，谢谢，谢谢。偌久，你毋捌转去故乡迄间老遐厝，这多年，你敢会想起细汉迄只流水牛？有偌久，你毋捌听着阿嬷杂念的声句，这几年。你了尽多少冷暖人情世事，离开故乡厝我打拼，经过这呢多年，找袂着淡薄温暖人情味。庄脚迄间遐厝犹原徛在故乡的山边，你敢会记花开满山的景致？今仔日，阮又搁转来故乡一间老遐厝，无看见昔日温暖的人情世事。偌久，你毋捌听着阿嬷杂念的声句，这几年，你了尽多少冷暖人情世事，离开故乡厝我打拼，经过这呢多年，找袂着淡薄温暖人情。迄间遐厝犹原徛在故乡的山边，你敢会记花开满山的景致？今仔日，阮又搁转来故乡一间老遐厝，无看见昔日温暖的人情世事。会记花
开满山的荆棘。离开故乡厝我打拼，经过这呢多年，找袂到淡薄温暖人情味。庄脚已经遐厝犹原徛在故乡的山边，你敢会记花开满山的荆棘？今仔日，阮又搁转来故乡一间老遐厝，无看见昔日温暖的人情世事。这首歌唱出一个故事，一篇报道，看出社会世俗百百款的悲欢喜怒，社会风气的好歹，甲咱文化的刺激，媒体放送，拢伫蔡妮子的文笔当中做了上界完全的记录啦。感谢蔡妮子啊，写了足好的文笔，嘛感谢蔡妮子啊，为台湾庙宇文化一步一脚印，用心记录。佮甲书写出来，伫咱的社会当中有遮尔啊侪爱台湾文化的人，其中蔡妮子啊，会使讲是上界赞、上界好的先辈啦。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